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邓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琪。小邓老师，客家的文化，不论是在美食、音乐、语言，或是民俗信仰，透过我们浩客之家电视学院的介绍，不但让我受益良多，相信呢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对客家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。到客家餐厅呢，至少会点比较到底的客家菜。也听得懂很多客语和客家歌曲，同时了解客家的民俗信仰。係呀，一段時間啊，正見當時望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務委員會，還有全國各縣市當道嘅朋友對倆節目單元嘅傾聽老支持。是啊，真的非常的感謝哦。小鄧老師，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什麼單元呢？今本日考下自家天師學院，愛來老觀眾朋友來介紹客家童謠。哦，客家童謠，我們的節目哦，真的是老少咸宜耶，不論大人或是小朋友都適合來觀賞、來學習哦。今本日我來介紹嘅客家童謠係火焰蟲。火焰蟲，老師，我們就開始吧。火焰蟲，吱吱蟲，火焰蟲，吱吱蟲，用桃樹下吊燈籠，用桃樹下吊燈籠，燈籠講照西房，燈籠講照西房，燈籠暗跌落坎，燈籠暗跌落坎，坎下一枚針，坎下一枚針，拈來送觀音，拈來送觀音，觀音面前一條魚，觀音面前一條魚，割到一擔又一箩，割到一擔又一箩。本地你來挨腰磨，本地你來挨腰磨。小鄧老師，這首童謠好有意思哦。可是呢，是什麼意思啊？不是很清楚哎，是不是請小鄧老師幫我們說明一下呢？火焰蟲啊，就是螢火蟲。哦，火焰蟲就是螢火蟲。好繼續哦。火焰蟲，吱吱蟲。就係講兩個螢火蟲啊，係會吱吱咕叫嘅蟲嘅哦。螢火蟲呢是會嘰嘰叫的蟲。用桃樹下吊燈籠，火焰蟲呢飛到了楊梅樹下，就從樹頂吊一盞一盞嘅燈籠供養。螢火蟲呢飛到楊梅樹下的時候，好像是在樹上哦吊了一盞一盞的燈籠一樣。燈籠講照西方，就係指講火焰蟲嘅講，照燈四面八方當講。螢火蟲的光照着四面八方，很光亮。燈籠暗跌落坎，嘅火焰蟲嘅講啊，照唔到嘅素材，當暗唔拄好就會跌倒。螢火蟲光線不足的地方呢，一不小心就跌倒了。坎下一枚針，在脖坎下撿到一根針線的針，拈來送觀音。撿到的針拿來送給觀音菩薩。觀音面前一條魚，從觀音嘅面前啊，有一叢魚在觀音菩薩的前面有一叢的稻子，割到一擔又一箩，收割的結果有一擔又一箩的稻子。本地你來挨腰磨，哇，收割這麼少，送給你了啊，我自己卻沒有了。哇，好有趣的客語童謠，老師，我們再來念一遍吧。好哦，火焰蟲，吱吱蟲，火焰蟲，吱吱蟲，用桃樹下吊燈籠，用桃樹下吊燈籠，燈籠講照西方，燈籠講照
西房，頂籠啱跌落襟，頂籠啱跌落襟，襟下一枚枕，襟下一枚枕，飲來鬆乾飲，兩來鬆管飲，乾飲面前一條鑊，觀音面前一條鑊，割到一擔又一箩，割到一擔又一箩，本地而來捱腰磨。本的你來眼幽魔。講定啊，你好下自家天時好緣，見本意就講到了咯。你下愛拿你觀眾朋友講，真來了哦，上來了。真來了哦。